雅各书，咱今仔来看第4章，咱要对第4节看到第17节。虽然牧师也无看见里面啊，无报告所写。OK 咯。虽然顶礼拜咱有第4节看到第6节咯，咱有看到，但是咱今仔继续小看来看一个吼。对第4章，咱讲第1节到第6节，讲到属世的征战咯，也是属世的纷争。然后第7节到第10节，10节是讲到属上帝咱的生活应该是怎啊？第1节到第3节，咱有看到讲其实段内面雅各有讲到咱的敌人咱的敌人其实有3方面3方面。头一个受敌，咱顶礼拜有较详细来看，就是咱内心的私欲咱内心的私欲，这是第1节到第3节。第2个受敌就是外在的世界，是讲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当然讲到世界的时阵唔是讲这个地球，乃是讲什么？世界所有的迄个地图。世界所予咱的看法的观念主是甲上帝的所启示咱的上帝所爱的，常常是什么？是对立。所以第4节就跟咱讲，唔通听这个世界还是讲唔通甲世界为朋友。咱顶礼拜有小看到咱继续来看，咱看第4节伊讲恁这跩淫乱的人也唔知影甲世俗为友，就是甲上帝为对敌嘛。所以凡受咧甲世俗为朋友的，就是甲上帝为对敌。恁所讲的是当然，上帝所属踮伫咱内面的灵是恋爱，伫伊弯道嘛，但伊使国较做会稳定。所以经典讲，上帝主动骄傲的人，施恩予谦卑的人。第4节一开始讲的时阵，伊讲什么？恁这跩淫乱的人，跩淫乱的人到底是啥呢？就是跩甲世界为朋友的，然后甲上帝为对敌的个。敢若称作淫乱呢？靠做淫乱。咱知影淫乱就讲到。夫妻之间若有第三者，通常咱就讲有淫乱的代志但是这雅各其实毋是讲等雅各旧约，也是常常讲到基督徒，也是上帝的行儿，当因按遐甲外邦的神做一个的时阵因是行淫乱伊是行淫乱原来伫到新约也是真清楚会甲人讲伊讲信徒咱有丈夫其实教会伫圣经内面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毋但讲基督的身躯讲到咱是基督的妻子是基督的新妇所以信徒咱有丈夫是叫做是啥就是基督这个是伫属灵方面讲的咱若看圣经伫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节，咱就清楚看起这个是保罗跟当时的教会讲还是甲人讲第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节伊讲我为恁起的愤愤，原是上帝迄款的愤愤，因为我捌将恁许配一个丈夫，将恁亲像贞洁的童女献予基督所以保罗伫遮讲所以咱基督徒伊讲咱是干分配予一个丈夫因为咱是基督的新妇所以讲咱要将咱亲像什么贞洁的童女所以袂做你搁再有别物有袂过你顾别人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讲当人啊有咱信上帝，然后咱另外一方面，咱也是咧去敬拜偶像，也是一方面有一个偶像伫咱的生命内面啊，咱啊就已经行了什么，犯了什么属灵的属灵的淫乱啊。所以圣经伊个讲啊，第5节啊，第5节伊讲啊，恁想经顶所讲的是道然的嘛？圣经讲什么呢？伊讲上帝所赐点伫咱内面的灵是恋爱，以伫温度的嘛？啊，伊讲心灵啊是恋爱，以伫温度的嘛？所以讲讲到咱的心灵啊是温度啊，然后当然唔单单讲咱心灵啊，上帝也是温度的上帝啊。到底这个第5节的含义什么意思啊？上帝怎啊是一个温度的上帝呢？咱若讲到温度的时阵啊，咱讲迄个是罪啊。啊，所以既然上帝若是温度的上帝，是毋是伊也是有罪啊？其实圣经啊，伫旧约啊，有讲到咱的上帝，伊是奇邪的上帝啊。所以奇邪伫英文啊翻译也是叫做温度啊，也是学做温度。但是伊的温度啊，甲咱所普通咧讲的讲温度啊，有淡薄无相啊。咱来看圣经一段经文啊，就是伫出埃及记啊，第20章第5节啊，出埃及记20章第5节啊，伊讲唔通跪拜迄块像啊。咱会记得20章啊，第1节开始啊，是讲到10条诫啊，第2条诫是讲唔通创偶像啊，伊讲唔通跪拜迄块像啊，也唔通侍奉伊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啥物啊？奇邪的上帝啊，恨我的，我定刻追讨伊的罪，对爸到囝直到3、4代啊。伊讲咱的上帝啊是一个奇邪的上帝啊，英文是 jealous God 啊，就是温度啊。啊，其实咱汉文啊有一个字更较水啊，也是叫做什么啊？食草啊。你知什么是食草无？食草叫温度有相同无？咱相啊，咱无相啊。啊，食草啊，咱若温度啊，普通是歹的啊，甲无好的一方面啊。但是食草啊，无拄拄是无好的一方面啊。夫妻啊，做一个啊，夫妻啊，如果若袂食草啊，有问题啊，有，所以会食草啊，因为干哪？因为因知影因夫妻关系无愿意有第三者落来啊。所以圣经讲咱的上帝啊，就是安尼啊，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啊，是较咱像夫妻的一款的关系啊，所以咱袂做咧甲世界为友啊。当然，这个朋友啊，毋是孤单普通的朋友啊。乃是讲什么啊？以世界正做咱的神啊，伫咱的心中啊。所以既然圣经讲袂做咧，伊讲圣经的话安尼讲啊，因为咱的上帝伊是奇邪的上帝啊。所以咱上帝呐，奇邪的上帝啊，伊的要求关系远啊。咱人有法通达到无？咱人有法通达到无？有一个人讲啊，咱心中啊，其实是一个什么 idol factory 啊，就是讲说咧制造偶像的。这种物件兼且是好的本身啊，但是渐渐啊，若代替上帝时阵啊，伊就变成做偶像啊。所以既然上帝犯严厉的要求，咱有法通达到这个标准嘛？其实咱靠咱家己啊，咱是无法的啊。就亲像圣经啊，伫约翰福音15章讲，咱离了耶稣基督啊，咱就袂会做什么啊？但是哪个啊，伊惊讲说，伊安尼讲的时阵啊，互读者啊、读者伊读了的时阵啊，伊讲上帝的要求反而贵啊，我兼有法通做到呢。所以伊第6节，伊怎啊讲呢？咱看第6节啊，雅各伊个刷落去，伊讲啊，但是伊使国较做稳定啊，所以经典讲啊。上帝主动骄傲的人，施恩互谦卑的人啊。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讲，虽然上帝啊，可能像真严厉的要求啊，但是上帝却什么啊，将更较多的恩典赏赐互咱啊，互咱有法通讨上帝的喜悦啊。当然，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啊，咱就看啊，咱就谦卑啊。
所以讲上帝主动骄傲的人，赐恩予谦卑的人啊。当一个人伫主的面头前谦卑啊，知影承认讲伊家己啊，因家己的方法无法通互上帝喜悦啊，需要对顶面来的力量啊，需要对顶面来的恩赐啊，上帝干啊将恩典赏赐予咱啊。所以外国讲，唔通有迄款属灵的骄傲，讲啊，我有法度，我靠家己有法度啊。其实人啊，要教我到什么啊？肯承认家己的软弱，承认家己的不配，承认家己的无助的时阵啊，上帝的恩典啊，就临到咱的身上啊。啊，伫圣经内面啊，啊，毋是圣经啊，有人讲一句话真水啊，伊讲什么啊？人的什么啊？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啊！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什么意思呢？啊，伊意思就是讲，当人感觉袂晓的时阵，袂会的时阵啊，上帝就拯救。当一个人啊，伊感觉伊逐项会啊，上帝会甲你放咧边头啊，伊的恩典袂临到啊。所以啊，圣经就讲啊，上帝主动骄傲的人，赐恩予谦卑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受德啊，就是咱的世界啊。第三个受德啊，是伫第7节啊，啊第7节啊，啊，咱来看咱的圣经啊，第7节，伊讲因为安尼啊，恁着安那顺服上帝，着抵挡魔鬼，魔鬼就立刻离开恁逃跑咯。魔鬼就立刻离开恁逃跑。所以遮讲啊到第三个受德啊，咱安那有犯做冤家纷争的代志啊，因为有魔鬼啊，有魔鬼啊，借着世界啊，甚至借着咱的私欲啊，互人甲人之间啊会无好。所以这是咱第三个受德啊，就是灵界的魔鬼啊，灵界的魔鬼啊。啊，魔鬼啊，这个字啊，啊 ，devil 啊，啊，的意思是什么啊？啊，魔鬼啊，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诽谤者啦。诽谤者就是讲人的歹话啊，然后伊也是嗰只控告者啦，所以魔鬼常常伫干啊，伊工作是咧控告啦，所以圣经用这个名，这个魔鬼的名，意思伊是控告者。然后魔鬼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什么？撒旦啊，咱真熟个啊，撒旦啊，撒旦。撒旦的意思是什么？是对敌啊，是咱的对敌啊。所以撒旦的意思是对敌，魔鬼的意思是咧败坏啊，是咧控告人，咧诽谤人啊。然后圣经啊有讲到魔鬼有另外一个名，就是迄个诱吓人的啊，就是咧诱吓人的啊，伊伫遐咧试探人的啊，这个伊另外一个名。然后圣经啊称魔鬼做什么？伊是世界的神啊，所以意思是这个世界啊。伊伫遐，伊是做神啊，因为逐个人跟地伊啊，无信主的人跟地伊啊。然后圣经也讲，伊是世界的王啊，世界的王。启示了讲到，伊是迄只大红的灵啊，红色的灵。然后也有讲到，伊是迄只古蛇，是古时的迄只蛇。其实啊，圣经内面啊，有真侪名也是称呼啊，来称魔鬼撒旦啊。啊 ，Wilmington 啊，一个作者伫伊的册内面啊，伊讲圣经啊，最少用22个名来称呼来指魔鬼撒旦啊。当然，咱无过去看话啊。魔鬼撒旦啊，是咱会受着啊。但是，咱对魔鬼撒旦啊，咱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啊。正确的看法，咱什么款的正确的看法呢？头一项，伊是受造者啊，伊是受造者。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二，伊唔是全能的，虽然伊有能力啊，但是伊唔是全能，伊唔是无所不在，伊唔是无所不知，伊唔是无所不能的，甲上帝相像啊。伊拢说伊是有限的啊，因为伊是受造的，所以伊无法通甲上帝相比啊。我伫世间啊，常常将上帝甲魔鬼啊，该做比较的时阵啊，因两个看咱像是相反有能力啊，其实唔是啊。咱看到魔鬼唔是安尼啊，所以咱基督徒，咱就怎样有一款的态度，咱就承认伊的存在啊。
有的人讲无魔鬼啊，已经是去互魔鬼骗去了。咱着承认伊是存在啊，承认咱知影伊是受造者，伊甲上帝无法通相比啊。但是伊比人啊较强啊，伊比人较有能力啊。人咱若靠咱家己无法通赢过啊。所以咱对于魔鬼啊的认识啊，是承认伊的存在啊。但是无需要惊讲说迄个惊吓来控制咱的一生啊，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啊？叫做无健康的惊吓。咱惊伊是讲，因为伊病人甲有能力啊，伊会引诱咱啊，伊会什么欺骗咱啊，伊会互咱跋倒啊，甚至有时阵会攻击咱啊。但是啊，咱唔通互伊惊干啊啊！惊个变做什么？逐项受控制啊！我记得啊，伫我啊，伫咧读神学院的时阵啊，我伫神学院的时阵啊，阮拜六拜日，阮着去教会去实习啊。所以讲去一间教会的时阵啊，迄个牧师啊，伊就讲说：哎呀，魔鬼啊，咱袂做咧提伊的名啊，甚至啊，伊认为讲灵啊，咱中国人也是爱灵啊。伊讲袂做咧有灵啊，因为灵是魔鬼啊。所以伊看守啊，伊牧师娘啊，有一摆啊就甲阮讲啊，野兽去因看伊牧师啊，干啊，因为伊若看报纸啊，看到有灵啊，一粒粒啊，伊就甲伊捡起来啊，伊若看到有灵啊，伊就甲伊捡起来。所以讲报纸伫显贵啊，一空一空啊，所以我咪感觉讲，这款对魔鬼的看法啊，是想过过头，互魔鬼来控制，所以咱无需要惊伊啊。但是咱无需要轻敌啊，无需要轻敌。所以圣经讲什么啊？咱着抵挡魔鬼，魔鬼就要离开恁逃走啊。所以咱着抵挡啊。咱要怎样抵挡魔鬼呢？魔鬼是灵界啊，咱要怎样抵挡伊啊？其实遮讲到抵挡魔鬼啊，是讲到抵挡魔鬼的规矩啦。所以魔鬼会用真多的方法啊，所以咱着会记，咱着明白伊的规矩啊。然后咱来抵挡，咱就有法通赢去。要怎样抵挡魔鬼的规矩啊？圣经啊，伫以弗所书第6章甲咱讲啊，以弗所书第6章甲咱讲啊，是啥物啊？咱着亲像上帝所赐予咱的全副的军装啊，所以第6章11节讲啊，着穿戴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有法通抵挡魔鬼的规矩。因为咱并毋是甲属血气的征战，乃是甲迄块执政的、掌管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恶魔啊，伊是属灵气的啊，所以伊是执政的、掌管的有力量啊。但是咱有法通甲伊征战啊，所以啊，第13节讲，所以就提起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好伫磨难的日子，有法通抵挡受敌，并且成就一切，也阁有法通徛立得牢。所以就徛稳了，用真理当作带来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有备行路的话穿伫骹顶。安尼以外，阁着摕新碟当作盾牌，通灭尽迄个恶者一切的下剑、的下子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摕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刀，靠着圣灵随时护奉基督祈求，并着伫遮今生无野线，为众生道祈求。遮讲到咱着亲像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遮有一个真水的图伊讲咱的头着有一个什么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然后伫咱的胸前咱着有一个公义的护心镜，所以以公义来赢过然后咱着添用一个盾牌信德信德就是有信心魔鬼安遐咧吓咱的时阵攻击咱的时阵，咱用信心有法通赢过然后腰带就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用上帝的话然后圣灵的宝剑
还是上帝的道、平安福音的话啊。所以咱若亲像属灵的群众的时阵啊，咱就有法通赢过这个魔鬼的诡计啊。所以圣经伊有讲啊，伫第7章啊，第7节啊，伊讲什么呢？伊讲恁咱若着抵挡啊，恁着敢若顺服上帝啊，这个是真重要啊。伊讲咱着顺服上帝啊。什么叫做顺服上帝啊？咱着活靠主啊。头一项咱活靠上帝的话，咱看到魔鬼咧来引诱耶稣基督的时阵啊，耶稣隆重用上帝的话啊来赢过。所以咱着好好读上帝的话，刻伫咱的心内啊。然后咱若拄着攻击的时阵，拄着魔鬼的引诱的时阵啊，咱将上帝的话搬出来的时阵，咱就可能赢过。第二啊，咱着基础基督已经敌胜魔鬼的能力啊，就是敢若咱着靠耶稣基督的名，咱遐来去击魔鬼啊。所以基督徒啊，上帝互咱每一个啊，基督徒拢有一个权柄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按遐来反腐魔鬼来斥责魔鬼啊，魔鬼就会离开咱啊，魔鬼就会离开咱。所以咱就常常会记得啊。有的人捌甲我讲牧师啊，你知无？我上暗咧困醒的时阵啊，看咱剩醒，看咱剩无醒啊，看咱有一个物件讲我什么得咧啊，我真艰苦啊。我讲啊，你上啊创啊？伊讲我就呼叫主的名，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魔鬼离开啊。然后伊就敢若好势。是诶，咱若拄着魔鬼的攻击的时阵啊，咱奉耶稣基督的名。咱有法通赢过，所以伫遮甲咱讲啊到，伫遮甲咱讲啥物啊？咱有3个受敌啊。头一个是咱内心的私欲是咱内心的，所以咱着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第二有外在的世界啊，咱毋通甲世界做朋友啊，毋通互世界来拖咧行。第三属灵界啊的魔鬼啊，咱着敢若。咱着抵挡伊，伊就快跑会跟随你。所以咱看到第4章啊，第1节到第3节啊，伊甲比较甲什么啊？注重圣徒个人的层面啊，个人啊，讲到咱心内面的私欲啊。然后第4节到第7节啊，伊的重点啊，是讲到咱基督徒甲上帝的关系啊，就是世界。甲魔鬼啊，甲上帝迄款的关系啊，毋通甲世界为朋友，然后就抵挡魔鬼。所以即阵啊，咱的3个受敌啊，互人甲人啊，有真侪安遐冤家纷争的代志啊。这个是俗世啊的迄款的争辩啊。但是雅各啊，伫第7节啊，伊佫继续讲落去，讲无咱应该着干啊。咱应该着有属上帝的生活属上帝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第7节到第10节咱来掀开咱的圣经啊，第4章第7节到第10节咱来看这个第2方面就是讲第4章的第2段圣经安尼讲，因为安尼恁着干啊顺服上帝，着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恁逃跑咯。恁亲近上帝，上帝就立刻亲近恁。有罪的人啊，着洁净恁的手；心怀良意的人啊，着清洁恁的心。恁着受苦悲哀来孝，将悲哀变做悲哀，欢乐变做愁闷。着伫主的面头前自卑，主就立刻。叫恁升官所以第7节到第10节就是讲到咱基督徒，咱着怎有一个属上帝的生活，才有法通来赢过咱肉心咱心内面的私欲、世界的引诱魔鬼的攻击咱就怎来做？第7节到第10节简单讲其实昨晚咱读的时阵咱我互你看，第7节到第10节内面总共有10个命令总共有10个命令讲你着干你着干你若会记得咱讲雅各书雅各是一个真 practical 的册还是真实际的册
甲咱应该着怎啊来行。所以有真多的什么？哎呀，哎，小妹啊，刚才有个去到什么啊？无去了。有真多哈，有真多的有真多的命令啊，有真多的命令啊，所以伫第7节到第10节有10个命令啊。咱来甲算看卖，怎啊10个啊？怎啊10个啊？我用 PowerPoint 互恁看，等较紧啊。所以有7色个啊，就是命令啊。头一个是咩啊？着顺服，第2着抵挡，第3着亲近上帝啊，第4着洁净恁的手啊，第5着清洁恁的心，第6着求苦，第7着悲哀，第8着哭着哭泣着哭，然后第9着干呐？着会变做着喜爱变做悲伤烦恼变做愁苦愁闷啊。然后第10着自闭着自闭着自闭啊。咱若看这个时阵啊，着自闭啊。其实伫第9节遐讲什么？烦恼变做愁闷啊。这个变做这个字啊，伫原文啊，伊无啊。原文是什么？是讲将喜乐变做悲哀，烦恼做愁闷啊。伊甲合起来，汉文佫加一个，所以咱若甲算起来有10个啊。10个什么命令，咱着做第10个命令啊，咱有法通甲归纳起来啊。咱有法通创啥？咱有法通创啥？头一个啊，是第7节啊。第7节讲，因为安尼，恁着顺服上帝因为安尼，恁着顺服上帝。因为安尼啊，这个字啊，就将前面所讲的甲下面所要讲的甲伊连做一个所以咱若咧看圣经所以因为安尼所以也是因为所以真重要意思是伊将前面所讲的甲下面所讲的甲伊联合起来。伊讲恁着干呐？顺服上帝。什么是顺服啊？顺服这个字啊，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啦。意思是军人咧用的，就是军人着绝对的顺服就是讲圣人该记咱有迄款下属的身份咱有下属的身份，所以应该着绝对听从上级的命令。虽然有时阵命令上级伊的官长的命令咱并袂明白但是因干因袂做你来问因只有顺服的份所以伫军队内面伫军事内面顺服实在是真重要。所以雅各就用这个字讲到咱基督徒对上帝的关系三款也是安尼是服从上帝然后若按照希腊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这个顺服意思讲什么？因为内面有迄款服尊心甲意念这个有服的尊心甲意念所以咱若要顺服的时阵，咱心才是着有服的服是心内面的物件，然后顺就是讲你着去做这个是外面的态度甲行动咱着内面有头先服上帝然后咱才有法通顺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所以这句意思是讲基督徒咱着甘心乐意顺服伫上帝的关系接受伊一切安排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所以咱有心内面服伊然后伊所予咱的一定是最最好的，所以咱用谦卑的态度，然后用积极的来顺服上帝。所以头一项咱着顺服上帝。第二是第8节第8节的上半节讲什么？恁亲近上帝，上帝就立刻亲近你。所以头前是讲到咱着会晓亲近上帝。什么是叫做亲近上帝呢？当然，先亲近上帝，唔单单讲你若参加较做的聚会就是咯。那是亲近上帝，意思是什么？甲上帝建立一款亲密的关系，着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讲常常甲主来沟通，
啊，咱教会的用语啊，咱讲着合上甲主干啊沟通啊，什么是沟通啊？其实沟通啊是讲话啊，咱讲咱讲的时阵，伊若讲咱就听，所以最主要的啊，甲主建立关系啊是领袖啦，是领袖个是领袖我毋知影咱的领袖生活怎啊呢？我毋知影咱领袖，咱有咧领袖无？基督徒特别伫40-5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真注重着领袖着这种领袖什么是叫做领袖呢？其实前主是真侪基督徒袂晓领袖袂晓领袖其实领袖读圣经有3款我来小可甲你解释一下读圣经看咱像咱咧去倒啦，咱咧去食buffet自助餐，咱拢爱去食自助餐无？哇，真侪人伫这个点钟无法通搁食自助餐希望讲说这个什么隔离毋知第时会了这个病症毋知第时会了无法通去食 buffet 汉文翻译真水包肥buffet 包肥包你肥你直直食才是会肥但是这个怎讲呢？自助餐怎来将咱读经的生活甲自助餐相拄其实自助餐你若头先你若去一间自助餐的餐馆你若头一摆去那一个会晓食的伊袂随随去卡物件，伊头先去干哪去顺者去看者看到底这个自助餐伊内面有啥物有中国菜无有日本菜无有美国菜无伊会拢总来看者看到底伫倒啦，所以这个是看规个真个咱叫做 big picture 这个大方面的然后伊若看了的时阵伊就开始去归纳，伊就知影讲我爱食什么，我爱食什么鸡肉真好食跩虾真好食，我就退伊咧退的时阵伊就开始想讲这个虾好食是好食，但是伊的 cholesterol 毋知会真贵尾这个红肉哇真好食，但是伊食了欠债会血所以伊开始去想开始去甲分析看伊的营养偌济伊的这胆固醇偌济然后伊若退来的时阵第二道咧是坐伫椅咧伊开始食咯，当伊食的时阵慢慢摕咧嘴咧，然后慢慢补慢慢来欣赏讲在什么所食的会在营养食到伊的身躯内面所以这甲咱的什么甲咱的读经相所以读经其实有3款读经有3款头一个是叫做速读诵读就是真紧的读过去这个就是看咱像你入去buffet的时阵你该看者看规啦，我食物摆伫倒啦，有啥物款的物件，你通看到这个规的什么大会个图画读经光速读就是咱现主时咱的圣经旧年开始咱特殊单内面咱有写讲规日读第几章，读一章，有的读2章这个是读就是叫你就是读过去咱你咧读补纸同款咱你咧读小说同款咱你咧读凊彩的册同款所以你读一摆你有法通看到规个，凊彩内面你有一个袂明白但是你袂要紧你给放咧你就是读规这是要你看规本的圣经所以咱若有法通伫一年内面读一摆伊个是真好一年读一摆这个是速读第二是叫做研读是研究圣经研读这研读是亲像咱现主时今仔咧创的咱咧查经同款所以咱查经咱就听伊怎分析甚至伫咧查经的时阵咱会看一个参考册
兼且是圣经的字典啊，啊，这里字什么意思啊？伊原文伊的背景是什么啊？所以咱参考这个册啊，咱看咱像咧甲伊分帖啊，讲哦，这个圣经啊，啊，伊分段，伊头一段是什么，第二段什么啊，然后伊的重点什么，伊的出点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分析啊？这个是查经啊，啊，第三是叫做灵修啊，灵修有的人来读叫做什么？生命途径啊，生命的途径啊，还是有的人叫做成根啊，就是逐日啊，伫主的面头前来读啊，来读啊，速读啊，啊，头一个啊，赶紧读的时阵啊，这个是看咱的时间啊，普通有法通读一章啊，读2章啊，有的人较侪时间读10章袂要紧啊，就是直直读落去啊。但是若研读圣经啊，咱兼在一章内面啊，一章内面的时阵，咱会慢慢啊看，慢慢啊看。所以兼在1点钟内面有法通看一章啊，因为咱慢慢啊去研究啊，看这个参考册。但是灵修的时阵啊，最最好咱治疗你的时间真够额，有法通2、3点钟啊。若无啊，即咱就有法通用什么灵修啊，是读段圣经节人啊，毋是真长啊。差不多3节到8节啊，3节到8节，还是到10节啊。然后你读了的时阵，你直直读啊。这个是圣经内面啊，讲啊到咱着默想啊，啊，咱灵修，咱读圣经，咱着默想。什么是默想啊？那按照圣经的意思默想啊，是亲像一只牛啊，一只牛伊咧食草，咱若知啊，牛有几个胃啊？啊，牛有几个胃啊？牛有4个胃啊，牛有4个胃啊，所以伊将伊的草食落去啊，是去头一个胃啊。然后啊，无偌久的时阵啊，伊阁将伊块草摕出来啊，伊阁再直直补啊，补了的时阵，伊阁再吞落去第2个胃啊，然后阁再摕出来，阁再补，阁再摕去第3个胃啊。所以默想啊，就是将上帝话语直直想，直直想啦。所以圣经咱咧灵修哦，咱无需要用真长啊，真侪节啦。你3、4节、4、5节、5、6节啊，你读一摆啊，读2摆啊，读3摆啊，然后好好去想啦，好好去想。咱咧食物件，咱直直该补真脆的时阵啊，咱将营养该什么吸收入去啊。我唔知影咱对灵修这方面怎啊，兼在伫月尾啊，当咱雅各书若了的时阵啊，我阁用一礼拜啊，一摆啊。来讲啊，到灵修啊，咱甲大家来分享要怎啊来灵修啊，要怎啊来灵修啊，还是要怎啊来默想啊，所以圣经甲咱讲啊，伊讲咱要怎啊来亲近上帝啊，就是伫上帝的话语顶面啊，然后第三方面啊，是伫第8节的下半节啊，伊讲有罪的人啊，着洁净恁的手，心怀良意的人啊。着洁净恁的心，所以伫遮讲啊到干嘛？着洁净家己啦，着洁净家己。当伊圣经雅各讲有罪的人啊，遮伊毋是咧讲啊到卖信主卖信主的时阵啊，咱世间人卖信主的时阵，咱伫罪人，咱伫陷伫罪内面啊，毋是啊。伊遮所讲的啊，是讲全是信主的人，咱会记得人雅各书是互信主的人。咱信主的人有缘会犯罪啊，有缘会犯罪，所以伊是讲恁跩有罪的人啊，就是活伫罪的私欲内面啊，还是活伫世界内面的人啊，会基督徒啊，伊咧提醒咱啊，咱着干洁净咱家己啊，洁净什么呢？有3方面啊，头一项咱着什么？圣经讲什么？着洁净恁的手，手是什么？代表什么？手是代表咱所做的物件啦，咱所做的物件，所以这个是表明咱的行为啦，所以咱就干那对付咱行为顶的假犯，甲咱的罪过，所以咱做的物件，做唔对的物件，无按照上帝心意去做，才是罪咱的行为，咱就求主来洁净第二，伊讲恁要清洁恁的心。所以咱若洁净咱的行为，咱若洁净咱的心思心就是代表心思咱的心思有时阵咱无行出来但是咱的心思
也佫有做啊。啊，真言甲人讲什么？你着保守你的心啊，啊，也个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高效干啊，是对心发出来啊。所以咱着洁净咱的心啊。第三，咱着洁净咱的什么心态啊，咱的心态啊。所以圣经讲啥？恁着受苦，恁着悲哀，恁着来哭啊，恁着将欢喜变做悲哀，欢乐变做愁闷。什么意思啊？意思讲，咱着有一款的心态。心态讲啥物？咱愿意洁净自己，愿意谦卑伫主的面前。啊，因为这基督徒，咱互主光照的时阵啊，咱就知影原来咱有真侪物件咱做袂到，咱做唔对，咱做无好势，所以咱就有迄款啥物忧闷的心啊。啊，圣经甲咱讲啥物？圣经啊，这个大卫王当伊犯罪的时阵啊，伊讲啊，第51篇第17节啊，伊讲上帝所灭的罪啊，就是忧伤痛悔、忧伤的灵啊，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的确无轻看啊！所以当你有迄款的悲哀的时阵啊，有迄款的痛悔的时阵啊，迄个才是什么？这是真正表示你真正有慈悲啊，表示你真正有悔改，愿意按遐来洁净。然后咱啊求主洁净咱的心的时阵啊，圣经伫马太福音第5章讲啥？伊讲清心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的确干啊看去上帝啊，清心的人有福乐，因为因的确看去上帝。所以我们看讲，咱来将咱的罪啊、咱的心思意念、咱的行动啊、咱的态度洁净了的时阵啊，咱就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上，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伫咱的身上。然后第4啊，就是伫第10节啊，第10节讲啥物啊？着伫主的面头前自卑。主就的确叫恁心贵，所以就伫主的面头前自卑啊。所以圣经讲，咱要怎么来赢过啊？头一个，伊讲咱着顺服上帝啊，伫第7节啊。第8节、第2啊，咱着亲近上帝啊。第3，咱着洁净家己啊。第4，咱着伫主面头前自卑啊，咱着自卑啊。好，什么是自卑啊？自卑甲自卑感无相同啊。咱着自卑啊，但是毋是自卑感啊。基督徒啊，咱着谦卑伫主的面头前啊。中国人咱较够谦卑啊，甚至咱讲啥物啊？谦虚啊，谦虚啊。但是谦虚的时阵啊，会变做啥物假谦卑啊，会变做假谦卑啊。啊，有时阵啊，人来讲说，哎呀，你真够指甲啊！啊！你真够指甲学罗你啊！你讲啥？无啊，袂啊！吼，人讲哎呀，你孙啊，反够啊！你讲啊，无啊，也讲诶，啊，啥是也讲嘛？当咱学罗咱的时阵啊，咱创啥？咱有时阵咱就讲无啊，变做啥？讲啊，我的孙啊，无啊，也讲啊！啊，所以你孙啊就奇怪啊！我考100分啊，看他翁讲阿妈那讲我也讲啊，伫别人面头前讲我也讲。我到底是也讲啊，毋是啊？所以人若讲啊到，若甲你学路的时阵啊，特别是对上帝互你的恩赐啊，讲哎呀，你真诶会晓关心人哦，啊，你真会晓会晓帮助人哦，咱就讲啥？感谢主啊！咱就感谢主啊，毋是讲哦，塞死啊，我偌好诶，哦，咱就是感谢主啊！当然咱无家己鼓吹家己啊。我记得细汉的时阵啊，我看到一个故事真趣味啊，就是啊，一只乌龟啊，伊一摆啊，伊举头啊，伊看到啊天顶啊有一个鸟，较大只的鸟啊，咧飞啊，伊就讲，哎呀，做鸟真爽啊，有法通飞到天空去啊！伊讲我若有法通飞去啊，实在是真好。啊，了迄个鸟去听到啊，只鸟就落来啊，讲就跟乌龟讲，你要飞吗？哦，伊讲。我爱飞啊，但是我无识讲要怎啊？伊讲想办法啊。然后乌龟就讲：哎，我想到了，我摕一支叉啊，一支水机的叉，然后我的喙夹咧啊。我夹迄支叉的时阵啊，再请这2只鸟啊，这个叉的边头啊，会两个甲伊夹下，然后恁飞起去啊，我就缀恁飞起去啊。啊，诚实咧啊，伊就夹迄支叉。
然后迄两只鸟啊就该带去到天空啊，哇！伊咧飞啊，真爽啊，伊真欢喜啊，有法通飞咯。当伊咧飞时阵啊，有一个囡仔看到啊，人看到，人你讲你看觅咧，有一只乌龟会飞啊，真稀奇啊。然后一个囡仔就讲，哎呀，毋知啥啊，想着反水的方法啊，讲叫伊加迄个啥物啊，啥啊想着呀？乌龟想着，所以乌龟就发我想来啊，我想着，当然伊一发的时阵啊，伊规只就看啊拔落来啊，就讲到啥物啊？骄傲。咱有时阵啊，咱难免啊，咱会骄傲，特别干啊，咱做的物件，别人无欣赏，然后将咱的观念啊，还是讲说这个是我想出来啊，但是别人提起啊，我真难看。我记得一摆啊，阮伫美国的时阵啊，有一摆啊，伫教会内面啊，我就跟教会的兄弟姊妹啊，阮有一个年会啊。所以我就跟阮的执事讲啊，我讲咱欠债就跟联会讲啊，叫联会啊，将来每一间教会啊，寄来啊，寄因的箱来啊，然后因的牧师是上啊，咱做可能上班，然后有一个大道的事啊，有法通彼此大，然后所以有去跟大会讲啊，迄个大会主席听了真欢喜啊，就开始叫教会啊彼此，伊就安尼来收集，然后寄，所以阮就有较捌较侪教会。啊！你无偌久，阮就连做一个啊，做一个是，主席啊就我那个执事讲，这个兄弟啊，我是阿弟啊，想的这个方法真水啊，有法通大家祈祷。我听了，我听了啊，我就讲说，哎，这个是我家讲的啊，我想的啊，啊，这个执事啊，应该就跟迄个主席讲啥物啊？讲哦，是啊，阮的牧师想着啊，但是伊无讲啊。所以我伫遐，我直直等啊，等讲说伊要讲是我讲的啊，无啊，我心内面就啊，有爽无？无爽啊，我心内面无爽啊。所以讲这个都是我想出来啊，是我家己讲的啊。我讲咱就安尼去创，即阵迄个讲迄个主席安尼咧讲的时阵啊，你也无甲伊讲说是我讲的，你也无，那做你安尼啊？我心内面真无爽啊，但是。无偌久啊，我倒去到厝内啊，无偌久啊，上帝就责备我，讲真重要吧？在世着你人着知影是你想的，才是重要。虽然无讲是你想的，上啊好你想的啊，嘛是上帝好我。怎么这个有法通帮助别人，帮助规个教会，看到那在世着你想的，才好势。所以我就受着责备啊，我就。受到责备，所以咱基督徒啊，这方面啊，咱常常有问题啊，有问题。咱永远直直咧学习，直直咧学习。啊，我讲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啊，啊，阮伫台湾的时阵咧读册啊，我就听到有一个故事啊，应该是有影，因为台湾迄阵时，这也是啊，有真侪外国人啊，来去台湾，然后因咧去学国语啦。所以因学国语的时阵啊，因开始会晓讲的时阵啊，伊先生就讲，恁若出去的时阵啊，恁尽量讲啊。虽然因知影的小看，但是伊讲啊。所以有一摆啊，有一对夫妇啊，外国人啊，伊去学国语啊，学差不多一礼拜啊，一两礼拜啊，会晓淡薄。然后伊的先生啊，就有做好有啥物做起啊，就请因夫妇去因兜食。该讲啊，你来我们家吃饭了，我请你来我们家吃便饭啊！咱中国人来讲便饭啦，啊，所以唔是真样的啊，所以这两个夫妇就去了，去到遐的时阵啊，哇，咱知影中国人啊，咱讲小看你啊，小看是啥物啊？9来10来啊，10所来啊，很多菜啊，哦，所以这个外国人就来讲啊，你说啊。你说你要请我们吃便饭，那么多饭哦，那么多，我以为是小便饭，原来是大便饭啊！所以听到的时阵啊，也唔知影小便饭、小便饭啊，原来是饭大啊！中国人的时阵啊，你创啊饭济，我无那小看，其实唔是小看哦，所以咱就干啊。
会晓真正会谦虚伫主的面头。当咱谦卑的时阵啊，圣经讲什么？主会叫你升官。当然，这个升官啊，是地位的升官，唔单单是地位的升官啊，更加重要是什么？属灵的升官啊，属灵的升官啊。然后11节那11节到17节啊，是讲到骄傲的代志啊。啊，欠彩是因为第10节啊，讲，那骄唔通，咱着自卑啊，唔通骄傲啊，因为上帝敢若无爱骄傲的人啊。所以伫第11节到第17节啊，雅各就讲到骄傲啊。什么款的骄傲呢？11节到12节啊，就讲到诽谤的骄傲啊。然后第13节到17节是讲到对未来啊，对将来自夸的迄款的骄傲啊。啊，咱来看11节、12节啊，11节、12节啊。兄弟啊，恁唔通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兄弟、论断兄弟，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恁若论断律法，就唔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甲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迄个会救人也有法通灭人的。你是谁啊？竟然敢论断别人呢？所以伫段内面啊，咱看到兄弟啊，兄弟啊，这个你啊出现3摆啊，出现3摆啊。所以咱看到讲伊的对象啊，全个是基督徒啊。然后批评啊，也是有诶圣经啊翻译叫做诽谤啊，有3摆啊。诽谤还是批评有3摆啊，然后论断啊有4摆啊，论断有4摆啊，所以这段是一个警告啊，讲唔通论断批评啊，唔通诽谤论断人啊，所以批评啊，还是诽谤啊，就是讲别人的歹话啦，啊，将别人改变啊真假的意思啦。啊，是指什么？伫言语顶面来攻击别人，常常咱会犯着一款的毛病啊，就是批评别人啊。伊讲唔通批评啊，唔通批评别人啊，因为当咱批评别人的时阵，论断别人的时阵，咱是将家己当做什么？审判官啊，所以这个是什么？骄傲的这个表现啊，这个表现啊。所以当雅各伫遮讲唔通批评的时阵，人论断啊，这个唔通啊，表示是什么？这个立刻的这个行动啊，停止的行动啊，就是讲你立刻啊，就唔通搁做啊，唔通搁做啊，因为批评律法啊，因为律法讲是什么？咱就听人亲像家己啊。啊，咱就听人亲像家己。当你无听人的时阵，你批评人的时阵，你已经违背了律法啊。第二，伊讲你是谁啊？你竟然论断别人，你将家己当作审判官。伊讲咱只有一位审判官，这位是谁啊？上帝。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判断啊，才是正确的。因为伊看到人的心是什么，咱看到的是外表定定。所以咱唔知影内面所想的物件，所以当咱论断人的时阵啊，咱就将家己去摕去这个审判的这个地位啊。啊，罗马书第2章有讲到唔通论断人啊，我无我互人看这经文咯，但是有另外一节的经文啊，是伫马太福音第7章啊，耶稣讲啊，耶稣讲你唔通论断人啊，免得恁受论断，因为你怎样论断人，也怎样受论断啊。所以这个是耶稣伫第3部分的时讲啊，然后第24节啊，上一章约翰福音第7章24节，耶稣讲啊，唔通按照外貌论定是非啊，总要按照公平来论定是非啊。所以到底是会做咧论断，还是袂做咧论断啊？伊遮是讲到约翰是讲唔通按照外貌来论定啊，但是咱就按照什么公平来论定是非啊，所以即只人若唔对的时阵啊，咱是唔是着来分辨，咱是唔是着来纠正啊？是唔是着会做咧分辨，还是袂做咧？其实遮唔是讲咱袂做咧分辨啊，圣经讲咱着会晓分辨是非啊，但是论断啊，
甲分辨啊，怎啊分别呢？啊，当咱论断人的时阵啊，是咱以家己的标准啊，咱以家己以为是安尼啊去论断别人。但是咱若要分辨的时阵啊，咱是以上帝的标准啊，圣经内面的记载啊。所以真侪物件，别人做的物件，咱就看圣经到底有讲无。但是咱基督徒有一个物件，咱就小心。圣经真侪圣经无讲的啊，这是咱教会的宗传统啊，咱就以安尼来论断啊，看是对还是唔对。所以当然安尼就唔对。亲像什么啊？咱咧唱歌，现主是较福较好势咯，咱较有法通接受。早时啊，差不多1、20年前啊，当人咧唱歌的时阵，人举手啊，有的人就感觉讲，敢若是你咧唱歌咧举手啊，哦，你咧举手是啥物啊？灵恩派啊，捌听到无？哦，你咧举手就是灵恩派。但是圣经到底怎样讲？圣经讲袂做你举手无？所以这个是以传统咱的作风来论断别人，所以这个是变做论断。如果咱讲说，因为伊所做甲圣经所讲的无相同的时阵，咱会做你讲这个唔是论断啦，咱是咧分辨别人。比如讲，有一个人伊来讲啊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甚至伊讲啊到有日子耶稣第时会来，恁就看，恁就看。咱就会做你家讲，无兄弟，无姊妹，你安尼讲的唔对，因为圣经清楚的讲，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无人知影。好，所以咱是以圣经的记载、圣经的真理来衡量的时阵，这个是对啊，这个是对。所以有一个人讲一句话真水啊，讲啥？伫基要的真理顶面，就合一啦，就相同啦。伫毋是基要的真理顶面，咱就包容；伫所有的代志顶面，就相听。信耶稣，只有耶稣才有法通救人，这个是基要的真理，咱就合一。主耶稣一定会来，第二摆会过来，这个是基要的真理。但是主耶稣第时要来，是毋是伫在前啊？在下之前来？在下之中，在下之后，这个唔是基要的真理啊，所以咱就看啦，彼此包容，彼此尊敬。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这个袂影响规个基要的真理，所以咱就看啦，彼此接纳啊。但是主要呢，所有的事情，咱就彼此相听啊，彼此相听啊。所以头一项，咱要怎分辨啊？咱就以上帝的标准、话语的标准，唔是咱的看法。第二，咱就出于，咱就出于听，咱是听，咱敢若是咱要讲伊呢？因为我听无人啊，所以那安尼做的时阵啊，咱就唔是咧论断啊。最后，咱来看一段13节到第17节啊，兼且我搁加互我5分钟啊。来将一段讲了，第13节到17节，咱三合来看。讲嗨，恁有话讲，今仔日、明仔日，阮要往某城去，伫遐点一年，做卖得到利益，得利。其实明仔日怎啊，恁也唔知影。恁的生命是啥物？恁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久时就无看去了。恁知道讲，主若愿意，阮就通活着，也通做这项代志，也是做迄项代志。现今恁竟然以张狂来夸口，凡一款夸口拢是歹的。人若知影行好，却无去行，这就是伊的罪咯。所以伫遮就干那讲另外一个骄傲啊，顶面讲啊到骄傲是批评别人、论断别人。诽谤别人，这个是骄傲。即阵是讲啊到，咱对咱的将来，咱有啥物啊？中共的夸口，讲我将来怎啊？我有把握。好，这个是伊讲，这个是唔对，因为这个是骄傲。伊只讲嗨呀，好，咱汉文来翻译做嗨呀，意思是啥物啊？听，伊通常啊是伫食
笔的话之情啊，啊，伊若讲嗨啊，听啊，就是讲一个经过啊，哦，互人着你注意听，因为刷落去有重要的话啊，佫是常常是啥物啊？接笔的话啊，伊则形容因的家乡啊，为着因的前途来家乡，伊家乡啥物啊？因要徛伫遐啊，因要往，因要去一个城，然后因要徛伫遐，因要做买卖，然后第四间啊，因要得利啊，所以的家乡啊，这个所以因有家乡啊。当然，这个家乡虽然是讲到做买卖得利啊，这个也是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啊。其实你若看伫伊的原文内面啊，这节内面啊，这节内面有3摆用了啊，什么连接词啊？什么叫做连接词啊？啊，连接词啊，有3摆啊，这节用了3摆的连接词，连接词伫原文内面啊，伊是凯啊，凯啊翻译做啥物啊？甲啊，我甲你，你甲我啊，的意思伫遐啊，所以迄节是讲啥？伊讲今仔日还是明仔日，阮会去点伫某城内面，然后还是讲甲，然后阮伫遐要做工一年，阮做生理，甲阮要赚，阮要趁大钱啊！这个像安尼讲啊，摕出来甲呢，是表明啥物啊？表示讲话的人真有把握甲自信啊！表示因有把握甲因有自信。但是先问是讲，敢若一个人有自信，唔对吧？啊，人要继续袂做哩吧？啊，其实外国伫遮唔是讲啊到自信唔对，唔是讲啊到啊继续唔对，乃是针对什么？针对心态的问题啊，针对人的心态。因为一款讲一款的话人，一款啊自信的人啊，有把握啊。其实干呐，伊以为家己是掌握了一切啊，包括明仔日。有的人认为讲，将来怎啊，这个是伫我的手中啊，我看咧，我通怎啊来做，包括家己的生命是安尼啊。其实圣经讲啥物？咱明仔日怎啊？你知影无？无人知啊。像一摆的疫情啊，全世界反侪人得着。我捌听到一个人讲啊，伊讲困啊几百千啊，拢未想到讲会这款的代志发生啊。所以人想袂到的，想袂到。伊讲咱的生命是啥物啊？外国讲原来是一片的啥物啊？坟墓，坟墓啊，风若吹干啊，会无去啊。其实咱人的生命是真短暂啊，短暂，然后真无定着。像一摆 COVID 来啊，真侪人，咱真惊，第时会染着，第时袂染着，咱唔知影。有的人染着的时阵都无代志啊，有的人染着的时阵啊，真危险啊，甚至性命无去啊。哦，所以外国伫遮甲咱讲啥物？其实咱将来怎啊，咱唔知影啦。咱袂做伫将咱的愿望拢总放伫将来，咱也无法通夸口。因为咱安尼看口的时阵啊，这个是歹的，因为干呐，咱无上帝无伫计划内面，所以咱讲啊，咱就干呐谦卑，一切拢是伫主的手中。咱有信心啊，其实这个是最最好。咱有信心讲上帝啊，虽然我一阵唔知影怎啊，但是上帝干呐，伊会带领，因为一切伫上帝的手中。所以当咱活好上帝，交托上帝的时阵啊，咱为主而活。这个是最最好的人生啊！然后最后啊，第17节啊，伊讲人若知影行好，却无去行，就是伊的罪啊！这句啊是一个格言啊，还是叫做什么啊？这个因的俗语啊，因当初是一个俗语啊。这个讲什么呢？啊，伊是外国啊，以这个俗语啊来做一段的这个小的结论啊。啊，伊主要是互咱知影这项代志啊，因为安尼啊，恁就知影，所以第17节啊，这个知影这个字啊，刻伫头前啊，意思是强调，讲咱就知影这项代志，知影什么代志呢？咱啊知影好的代志啊，无去行，这个是什么啊？伊会做啊，
咱若知影无去行，这个是罪啊。所以只要讲到什么是罪啊，其实罪，咱逐摆讲是罪唔应该做的代志，这个是罪啊。但是外国佫讲另外一个啊，无有罪应该做的代志啊，这个也是罪，这个也是罪啊。所以外国讲啊，知影定定啊无够啊，咱知影着去行。其实这就是外国书啊，一直咧强调的，唔是孤单听道着行道啊，咱着干呐行出来。咱的信心若无行为是啥物啊？是死的。所以外国直接讲，咱既然知影这代志，咱着干呐去行啊。所以这个是第4章伊所讲的这物件。所以咱今仔咱讲到第4章啊，咱看第4章了咯，下礼拜咱会开始看第5章啊，下礼拜咱会看第5章啊，所以啊，咱啊有时间，咱原在搁读第5章啊，咱原在搁读第